今次壞人一個嘅音樂班底就有 Jamie 作曲啦、填詞啦，咁編曲就係 Jamie 同 Anson Chan 啦，咁然後監製咧就係 Eric 同 Anson Chan。咁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都係一個幾特別嘅緣分嚟嘅，因為其實個 demo 咧都係我嘅 pocket list 一段時間嘅，到今次出歌嘅時候就覺得喂係要出呢首啦咁樣。嗰陣時佢 demo 本身係普通話啦，聽得我好入腦啊，本身都有壞人呢一件事喺入面，咁所以我就忽發奇想就話不如試下叫 Jamie 直接寫埋個詞。Jamie 好快就已經寫咗個廣東話詞啦，咁而亦都係極度襯，亦都極度適合，十分之喜歡今次呢個作品。咁今次呢首歌講嘅內容都係關於愛情啦，咁但係有別於一般情情塔塔啊、失戀啊嗰啲咧，今次用一個比較新鮮嘅角度去講呢件事，我都幾中意嘅。就係講兩個人係深深相愛嘅，但係可能因為各種因素啦、現實嘅情況啦，導致不得不分開。咁我覺得，因為有時都睇到一啲説話會話啊，最深嘅愛係放手咁樣。就算唔係屬於自己，但係你都希望佢幸福快樂咁樣。本身 Jamie 嗰份 demo 個壞人去延伸出嚟一件事，我又覺得幾得意咯。即係話係壞人咁，但係可能你如果做唔到，咁你繼續去用愛去綁住對方嘅話，咁可能嗰個先係壞人。一個比較少見嘅一個角度咯。咁所以今次個 MV 咧就都用一個比較唔同嘅角度去呈現啦，因為我自己本身聽呢首歌聽 demo 嘅時候，我有啲畫面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好孤獨、好寂寞嘅一首歌。咁所以我拍嘅係一個男仔佢分咗手之後佢嘅一個狀態啦，一個人日常咁樣去過佢嘅生活，但係佢原來做緊嘅嘢全部都係本身同佢嘅另一半去做嘅，而佢最後選擇不打攪，因為佢知道佢繼續去打攪對方咧都係一個自私嘅行為嚟嘅啫。今年當然都會好 focus 喺音樂上，好多一啲音樂想呈現俾大家聽。今年公司都有開綠燈話可以出多啲歌，咁但係都要睇我嘅時間，因為下半年都比較忙開始。咁就希望可以盡量出多啲咯，即係比以往咁多年都多啦。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讓每個人唱出心聲，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哋 ，like、comment and share。